AC 米蘭而家以54分排喺聯賽榜次席，落後榜首國際米蘭7分，絕對係2026年球季表現最穩定嘅球隊之一。佢哋近5場聯賽攞到4勝1和不敗戰績，而且喺主場聖西路球場嘅贏波率高達75.4%，主場威力非常驚人。至於帕爾馬就以29分排喺第12位，佢哋最大嘅問題係進攻端完全啞火，成季到而家只係入咗18球。係全聯賽入波最少嘅3隊波之一，火力嚴重不足。米蘭進攻核心普列石依然保持住高水準，今季已經射入8球同1次助攻。仲有米蘭喺冬季轉會窗借咗德國前鋒庫卻古過嚟，呢位德國高塔正好為球隊提供咗好需要嘅禁區支點。帕爾馬核心球員班拿比今季創造咗6次重大機會，係隊內最多嘅一個，但佢今場要面對米蘭中場大師摩迪嘅嚴密封鎖。帕爾馬今場傷停真係幾攞命，尤其係防線殘缺，主力龍門鈴木彩艷因為手部骨折要缺陣，艾姆維斯肌肉受傷，卓卡迪因為累積黃牌而停賽。無疑預測 AC 米蘭勝率69.4%，優勢指數 AC 米蘭減1.5。雖然帕爾馬去親聖西路都有入波傳統，近8次作客米蘭都能夠攞到入波，但係喺冇咗主力龍門鈴木彩艷嘅情況下，帕爾馬嘅預期失球值升咗22%，無疑結果顯示米蘭喺下半場入波嘅機率高達88%，主要係因為帕爾馬條防線去到比賽尾段體能會下滑，所以今場米蘭大勝一場應該冇難度。